国健署提醒讲，最近有网情呢，伫咧网络顶头鼓励这少年人会当去外国捐卵子、捐精虫来趁钱，事实上真有可能去达到当地法规。那虽然国内有中人安尼生做呢，可能会违反着人工生殖法，上当关2年，或者是罚100万。最近有袂少网青伫社群平台发文，鼓吹到国外捐精精子卵子，那会当免费出国旅游，也会当趁真悬的营养金，轻易秀来做刷工的少年作文。没有捐卵过的那个资讯，感觉要先做好功课再过去。可能会想说了解一下，但还是会评估啦，还是会评估状况。医师表示，女性捐卵子并不是甲捐血同款轻松简单，因为过程可能产生两组过度反应症候群，会有腹水甲喘气困难等现象，那严重也可能无命。严重的卵巢过度反应症候群，那这种甚至需要住院啦、抽血啦，而且有可能会危及你的生命。如果说你是处理的不好的话，国健署也警告，到国外捐精卵风险真悬，中国是禁止以任何形式进行捐卵行为。就算是美国，拿器官工签证抓去做医疗行为也是违法的。国内业者若违法中介盈利，相当会当处100万罚金。如果真的有从事盈利跟中介的生殖细胞的行为了那依照这个人工生殖法的规定是可以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20万到100万的罚金。根据国内人工生殖法规定，捐精卵有年纪限制，男性20到50岁，女性20到40岁，要经过人工生殖机构检查评估。虽然捐精卵不是商业行为，也毋过捐精者会当领营养金，捐精上悬会当得到8000，捐卵是上悬9万9。建议民众捐精卵进前，要先甲医师充分沟通，了解相关风险。记者综合报道。